我係黃振廷，好開心可以同大家分享幾句。我細個嗰時學打乒乓波嘅地方就係屋企樓下嗰張石波台。我當時冇諗過要打到咩成績，只係覺得乒乓波好好玩，每次都好期待食完飯同屋企人落去打波。乒乓波帶俾我一個開心嘅童年，亦都係因為乒乓波成就咗今日嘅我。我希望你哋同我一樣，無論第時大個係點，你哋都會記得乒乓波帶俾你哋一個愉快嘅童年，陪住你哋一齊成長。就好似呢個接近20年嘅恒生乒乓球發展計劃廣告一樣。唔知成長對其他人嚟講又係點嘅一回事呢？